嗱，大家記住啦，未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嘅朋友咧，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嗱，另外啦，我哋分享免費資訊嘅 WhatsApp 咧已經換咗新嘅啦。嗱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想收到我哋免費資訊嘅話咧，咁啊記住啦，加我哋新嘅 WhatsApp number 啦。好啦，咪啊嗱，今日 Boxing Day 啦，咁啊聖誕節雖然過咗，但係都祝咧補祝翻大家聖誕節快樂啦。咁啊假日開開心心，咁啊休息多啲，贏多啲馬，咁就最開心啦。嗱，咁啊今日咧，我有個過關推介二穿三咧，介紹俾大家之餘咧，本身其實聖誕節假期係幾開心嘅，但係今日咧亦都有一個賽馬新聞啦，就係咧一隻上屆皇太后杯民主啊，咁啊心臟病發，咁就係有目共賞嗰隻。嗱，有目共賞咧，其實就上季度贏4場馬，包括皇太后杯啦，而且咧佢係代表香港咧就出戰咧呢個香港瓶。其實咧都幾難得下嘅，因為大家都要知道啦，香港係啊長途馬有幾多隻啦，喂最重要佢喺香港瓶都跑到個第6翻嚟有獎金，咁啊因為心臟病發咁啊走咗咧，就其實就好可惜下嘅。嗱，坦白講，好多朋友咧都覺得會唔會係啊蔡若航谷馬太霸道啊咁啊？谷馬谷得應係好事，但係問題就係、如果對一個有生命嚟講嘅，你谷到隻馬爆咗，又或者係一朝喪嘅，或者係日後跑唔翻嘅，其實就真係傷害性太大。嗱，其實咧計翻以前嗱，我年輕嗰陣時好多其實本地練馬師咧都冇話外國啲練馬師谷嗰個。大家都聽過啲谷針啊、谷藥㗎啦嚇，就一定會有呢啲嘢出現嘅，但係大家都唔係好清楚。但係咧，好多咧香港嘅練馬師咧，即係即係吸引人之處咩咧？就係佢重養不重操，又或者係咧可能好似阿簡炳慈先生咁樣啦嚇，愈賽愈操，咁就唔係話靠針藥去谷起嗰隻馬嚟。咁當然，如果靠針藥，即係好多時好似啲男人唔得嘅。咁啊食偉哥，但係問題就係、可能你嗰、個即係過程係非常之強勁嘅嚇，咁但係問題就係翻到嚟咧個反效果亦都好大嘅。咁對心臟當然有事啦。其實好多個半數嘅藥，咁對心臟都有問題嘅嚇。咁有冇共賞？係咪關於呢啲針藥？嗱唔知，但係以我所知咧，其實好多馬匹咧都因為即係抵受唔住呢啲。咁有啲反效果咧，就肯定係啊！唔信大家如果有獸醫嘅，不妨問下佢哋啲獸醫朋友係咪？希望即係賽馬雖然係轉趨激烈，但係咧如果攞啲針藥去谷一隻馬，谷得太盡嘅，咁對啲馬匹造成唔係幾好嘅，甚至乎谷到壞咗嘅，其實就於心何忍啦即係我哋就雖則係買馬賭馬啫，但係又並非去到冇血性咯我覺得跑馬嘅始終都係唔可以強求啲乜嘅，隻馬係有幾多就幾多係嘛？你攞針藥谷佢，咪頂盡跑到1-2場好驚喜嘅賽事，但係咧對佢嘅健康咧，日後咧係永久嘅受損嚟㗎。希望呢啲事件咧就日後咧就少之又少啊！今日咧有個過關二串晒推介俾大家，當然係2場馬啦。第一場我2場馬都係比較慳住嘅，3注算㗎啦或者係大家中意連贏位置 Q 買晒都唔會太多。第一個咧就係第2場4班千二米呢場馬咧其實見到一隻馬都獨大咁樣嘅，好似2號嘅志滿同行。嗱，呢個志滿同行咧，其實咧如果今仗咧唔係排過1檔咧，排過中檔位置咧，我覺得咧佢輸嗰邊嘅機會真係好大。但係問題嚟講咧，今次排過1檔有隱憂，會唔會話困失嘅？一定係有機會。就算唔困失咧，呢隻馬咧都可能咧係驚困失，要等到佢最後咧先去追咧，咁就蝕咗啲位。嗱，馬嚟講咧，就2點幾倍就未必話抵玩啦。但係如果你少少地注馬搏到啲腳或者位置 Q 咧，攞嚟過關都 OK 嘅。所以咧鐵三角推介嘅有呢場，第一隻咧就係2號呢隻咧志滿同行。
嗱，第二匹咧，我亦都會揀翻咧嚇，咁啊3號呢隻天天有福。呢個天天有福啊，雖然咧上一次係爆大冷啦，但係咧咁啊丁冠豪其實處理一啲連接馬或者係咧 keep 住咧有表現嘅馬嘅，即係入圍率都幾高下嘅。咁啊，今次嚟講咧，因為天天有福11月12號贏完馬之後啦，咁啊10月16號亦都試咗課集，個追勢非常之勁。所以嗱嗰次咧，快活谷咧咁後都要追到上嚟咧，照計咧佢爆炸力咁驚人，翻沙田咧應該咧更加之容易。佢絕對係咧自滿同行嘅最大敵人嚟嘅啦。所以咧呢個天天有福咧，千祈唔好覺得佢爆完冷會唔會話即係交唔到出成績啊？嗱，呢係馬本身就田泰安跑開，咁當然啦，上一次咁啊楊明倫贏完之後，梗係俾翻阿倫仔都應該嘅。咁啊天天有福，其實我覺得咧就呢匹馬1400咪應該更加之好嘅，但係嚟講咧呢個天天有福咧就慢慢嚟。1200再有表現先真情先死咧，分分鐘之更加好啦。所以第二隻馬咧我就中意天天有福。嗱，有啲朋友一定估第三隻馬係瑞木啦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咧瑞木咧呢隻馬上一次係3.7倍大熱門咧，就輸俾自滿騰能跑第3。我又覺得佢好似嗰個翻步又唔似1200，分分鐘要即係真情1400先得，因為佢附係咧，佢係跑1400至到2100米嘅，所以咧1200咧，我見到隻馬咧落腳咧略大均速嘅，咁啊今次又跑1200，如果又成為熱門就唔抵買啦。嗱，第三匹咧，我啊推介呢隻咧14號嘅凌風傲雪。嗱，呢隻凌風傲雪咧，前一仗喺快活谷咧單騎領貨咧跑第2翻嚟咧，喂見到隻馬咧真係確實有進步喎。上一次咧咁啊縮程喎，谷咗1000米，梗係唔夠快啦，仲要個檔位排過10檔，咁啊輸咗啦。咁啊今次嚟講咧就換咗阿蔡明少，咁啊排喺沙田。嗱，大家要知道啦，蔡明少嘅搶閘功夫咧真係幾到家下嘅，所以咧呢隻凌風傲雪咧，我覺得咧今次咧喺沙田嚟跑咧擺喺佢手上，如果擺頭走嘅話咧，走得順暢咧，入一席咧，我覺得咧都絕對有機會嘅。反正輸嗰仗咧都係輸少少，真係有進步啦。好啦，第二場4班1200米鐵3個就介紹呢3隻。嗱，第二關就係跟住個場啊，3場2班2000米。嗱，呢場馬少少，不過我揀咗隻咧都有啲分頭嘅，做位置 Q 膽拖3隻腳啦。嗱，呢隻馬膽咧就係7號嘅優才。呢隻優才咧其實咧上季咧已經咧係贏咗2場馬，但係咧好似今季冇乜進步咁。我睇過佢又唔係話冇走勢，咁啊今次咧佢就換咗田泰安，咁啊周俊樂都冇跑啦。一定受人忽視㗎啦，因為上一次咧都跑第7，輸3個馬位好似冇乜嘢睇咁，但係其實見到隻馬咧轉入直路咧係有機會，但係隻馬咧失咗一輪之後咧，隻馬佢並非嗰啲咧爆炸力特強嘅馬嚟嘅。咁嗱，頭先咧都講咗啦，有目共賞係代表香港跑香港瓶。呢隻優才咧喺2400米咧，只係輸個短頭俾佢啫喎，所以呢優才咧其實係79分咧，根本就係虛分嚟。我覺得咧呢匹馬咧。而家79分咧，我覺得佢起碼都係值90分嘅馬，因為咧香港長途馬比較少。咁啊，今次咧因為田達安跑啦，同埋咧近排啲成績唔好啦，有10倍咧，我覺得咧可以作為咧位置 Q 膽玩下啦嚇。拖腳可以拖3隻都唔會話點蝕嘅嚇。咁啊分別咧就係2號嘅平凡騎士啦，呢隻馬啊季初贏咗啦，咁啊長途啱佢跑嘅。第二隻腳3號嘉應傳承，前一仗輸俾羅曼勇士遨遊氣泡跑第3，雖然咧有少少人氣我取，但係都要有實力先到人氣我取到㗎嚇。咁啊上一次啊走去跑啦，呢個咧香港平，咁啊當然一滴都冇啦。我覺得呢隻嘉應傳承咧，其實咧做翻好功夫咧，喺呢度咧都係一長頭馬喺手。最後一匹啦，當然啦6號嘅天象龍區啦，近排成績咁好，其實咧上班咩115磅輕翻9磅咧一樣咁好跑嘅呢隻馬就嚇。啱啊，毛顯東一定搏盡俾你睇啦，咁難得有隻的係咗嘅，咁亦都希望東東繼續幫呢隻馬拆嘅有好成績，keep 住有排咁就最好啦嚇。咁好啦，咁今日咧介紹呢2場馬俾大家啦。